提出来木卡多尼这类诉考也好，同时根本日名录还有出部全球来放松。其實根本日都從嘅3位嘅副總統候選人都係來自無共樣嘅專業便宜，我哋也希望利用廿嘅機會來幫大家知道根本日有乜嘅好談嘅，做得好好嘅嚟講，同時對佢哋專業題目有一個了解。好，今日我哋介紹3位候選人，首先嘅順序係頭前我哋嚟辯論出場嘅順序。第一位係親民黨嘅副總統候選人齊選仁師，大家好，我係齊選仁。第二位我來收嘅係國民黨嘅候選人黃義賢大家好。第三位我來收嘅民進黨嘅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接下來我哋來為大家來講嘅係根本日主要辯論嘅流程。根本日分成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辯論嘅時間，第二階段係公民提問。根本日嘅公民提問冇共用，我哋從全球數列，係用名錄來發生，有6個問題候選人來回答。第3個部分係考察嘅答辯，最尾係進行結論嘅部分。當然，根本日也係從嘅辯論會聽出係最有好看頭嘅。首先，我哋想來為3位候選人來到台前。在辯論嘅開始，我哋先來學術來質疑來見證一個艱難的時刻。相信今日嘅辯論會係十分嘅精彩。所以我哋3位再來大家傾下嚟學術，來留下嘅難得嘅經驗。君子辯論，君子之惡。好，承蒙大家。好，兩下大家轉到位置好，我哋來看一下根本日嘅精彩嘅辯論。今日第一個階段係我哋嘅申論嘅時間，根本日申論嘅時間，各嘅候選人有8分鐘嘅時間，8分鐘最尾嘅30秒，我哋係用2段聲來提醒大家。喺講8分鐘嘅時間到嚟，我哋會傾人一場聲。廿個時間，3位候選人就係總結人嘅發言，隨即係關閉我嘅麥克風。外面嚟到嘅頭前都會有電子嘅計時器來限制人嘅時間。喺講廿個電子計時器發生問題，嚟到工作人員就會來提醒大家。好，接下來我哋就來進入第一階段嘅申論嘅辯論嘅時間。照頭前嘅出場嘅順序，第一位係親民黨嘅副總統候選人齊選仁師，申論時間8分鐘。主持人2位可敬嘅候選人、在座嘅貴賓，還有各位嘅媒體嘅朋友、全國嘅觀眾、鄉親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鄉親大家好，大家好，馬沙路，我係副總統候選人，民國黨嘅黨主席齊選仁。我曾經係立法院最高票當選嘅立法委員，我係台灣第一位質量嘅博士，我係立法院113席唯一嘅黨主席，也係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後生嘅副總統候選人。由地方民意代表出身嘅我，係最了解民意、最貼近民意嘅。我哋台灣係一個進步嘅國家，不過兩下台灣還有很多地方冇吃來水。在過去20-30年來，政府嘅執政，係講都冇苦民所苦，了解民眾最基本嘅需求。新竹縣有嘅70人世嘅總長，佢老愛講，佢一生最大嘅期望就係希望佢爭出陣嘅孫呢，做得領導出來水。在我過去3年多擔任立法委員嘅期間，我唔單止完成了亞威老宅一個願望，同時我喺呢個天爭取到唔管係教育、醫療、水土保持、
還有交通，還有各式各樣嘅我哋民生建設嘅各種嘅經費。民國黨點解未來要推動各種嘅政策嘅時節，讓我來最接近民眾最大嘅需求，係我哋最重要嘅訴求。最近台灣有一部十分好看嘅戲劇《琅琊榜》，很多我的朋友都來問我，青島人嘅朋友都來問我，你知道這個最強嘅地圖邊個角色？有冇看過一部戲？請大家我哋就參我嘅主題來聽書，老外講，我兩下愛老大家說明，從人嘅特質，還有從政嘅理念，我最欣賞嘅係敬王。因為我老佢強樣唔曉講法，不過係實實在在嘅做事。對於爭取個人嘅當政，咩唔參與。嗰所有嘅努力，我都係唔比較自家嘅榮耀，天出一本百姓過好嘅生活。過去一段時間，我到基層去走。我親痛心嘅係講，民眾所反映出來嘅既定嘅心情、既定嘅心聲，竟然係以下兩五雜事：憂愁、悲慘結。憂高齡化社會嘅來臨，老人家都親愁，萬年嘅一樣嘅事。愁做生意嘅愁差唔多錢，量薪水嘅。受件冇法度拿到退休金，比後生人嘅比較薪水倒退了10年，買唔起屋誒，毒品入到學校度，教育太失敗，大家都感嘆看唔到未來，看唔到希望，畢業卻失業，且少子化，後生人唔敢用生人，身為副總統嘅候選人，咪係民國黨嘅黨主席。我哋主張面對當前嘅政府，冇錢，人民咩冇錢，我哋要積極嘅來解決政府嘅財政嘅問題。故此，我哋首先要先來開源節流。我哋要發達國家嘅資本，進軍國家世界嘅市場，同時我哋要把握政府簽到錯誤嘅資源，讓簽到嘅大商去攞佢咩切合。有關經濟攞啲大型嘅問題，我哋主張要由政府來積極嘅來負責產業，我哋產業都先感嘆世界各國競爭，其他嘅人都有政府嘅輔助，我哋就自家來做。故所我哋天所一投資台灣，使得台商出得回流，本全世界嘅資金都做得賺到台灣來，本企業賺錢，民眾來加薪，本經濟來發落，做生意嘅自然就做得賺錢。在教育部分，我哋要營造公平均等嘅教育嘅機會，我哋主張升高中、升大學、升高中嘅面試、升大學嘅公平嘅考試，我哋做唔得，使得教育嘅支出，使得有錢嘅阿爸阿媽長做得有念到大學，我哋要重新嘅來看教育嘅體系。使得我哋嘅學子都做得行行出狀元，在自然嘅部分，我哋要加強來查毒品、消滅毒品，我哋還要留競爭數，提升為競爭譜，加強也嘅警察嘅警力，在住宅有其屋，我哋要嘅後生人買得起屋誒。做得出嘅安心，繼續愛做得由中央嘅專職嘅單位來進行會嘅公共出售嘅興建，同時愛堅強一個租屋嘅市場。宋楚瑜其選型嘅組合係兩個時代一嘅希望，佢哋係跨黨派、跨族群、跨時代。
我哋冇意識形態嘅報復，我哋超越唔辣椒，我哋咩冇財團來加速嘅報復，咩冇利益分配不均嘅問題。我哋有嘅係按樣嘅來放開心胸，來好好嘅來為民眾來做事。面對當前台灣嘅困難，宋楚瑜主席係3位總統候選人當中唯一有治國經驗嘅，同時有執行力。而在成長嘅期間嘅政績，大家都肯定，同時大家都看得到。故所，我哋也為要向全國親愛嘅各位鄉親父老來呼籲，相信宋楚瑜，相信齊宣雲，我哋再造台灣嘅經濟奇蹟，再造國家嘅安定，共創兩岸嘅和平。相信宋楚瑜、齊宣雲，將係決定未來方向嘅主人。什麼？接下來，我哋來討論嘅係副總統王怡璇女士，時間8分鐘。習主席、陳副院長、各位以及在電視機前收看片段嘅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我係王怡璇，我係一位律師，我26歲就開始參與婦女運動，係醫道公益團體嘅理監事，每次係陸委會嘅主委。後生嘅時間，我唔相信政治。我現在參與民間嘅婦女運動、社會運動，成為義務律師、老藥師來辯護，我係我選擇來照顧藥師嘅方法。不過，一隻小妹啊，改變我對政治嘅看法。民國82年，我推一個後生嘅小妹嘅辭老公嘅案例來辯護。嗰年，我當時年齡22歲，香港基督徒大學，佢當拄好畢業嘅年歲。不過，佢已經受了6年嘅家庭暴力。嗰6年之度，國家嘅法律對佢當場係無存在嘅，因為當場個家門嘅觀念係真實。故所佢都不靠喺暴力冇人聽訴，佢冇任何嘅救濟管道做得來逃開呢個家暴嘅人員無恙，一直到佢親身刺死佢嘅老公。大家冇可能唔記得咧，民國82年時節，台灣並冇家庭暴力防治法，沒有保護兩個制度，受到家暴嘅婦女無法度用保護令來保護自家，唔會個受到暴力嘅傷害。對全台灣嘅受苦痛嘅婦女還有成員來講，呢係無案嘅時期。對呢個慈父案、鄧義文嘅慈父案，在呢個時空下產生嘅悲劇，嗰兩時嘅社會氛圍，馬上係幫助一個辭退老公嘅人來辯護，用馬上會注意佢嘅苦呢？其實係呢法律係對唔起佢嘅。我所當時協助嘅鄧義文嘅婦女團體喺捱落去辯護嘅時節，我暫時都答應咧。我永遠都會記得，當我去看守所看佢嘅時節，佢親身攏係講，佢本佢入到看守所嘅1年當中，係佢按多年來睡到最安穩嘅1年，我聽了非常嘅心唔盼得。那個當時當陳皮嘅感受到，受到家庭暴力嘅婦女係受到兩班態嘅委屈、勞艱苦，最尾鄧義文本人判刑3年6個月。不過判決嘅結果對我來講並冇重要嘅後期。我想到嘅係，今日我有律師嘅身份來幫助一個鄧義文。不過從我一生嘅力量，我感受到幫助幾多嘅鄧義文呢？我開始了解政治嘅力量，透過政治改變制度，讓做哋發揮更加多嘅力量。所以，我決定行出法庭來推動立法。我推動了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民國87年，台灣變成了全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還有保護令嘅國家。所有受到家庭暴力威嚇嘅朋友，都在立法院申請保護令，禁止加害人對佢繼續來施暴。嗰時間，我感受到。原來政治係對本人嘅想法改變嘅，應該透過了建立制度，從根本來解決問題，來改進規則社會。呢就係我從事政治嘅原動力。前幾年，有一個朋友寫信嚟俾我，了解你之間嘅傳嘅往事。1年前，佢爸本兩個頭家調試結果冇拿到退休金，冇拿到那個資產費，佢想去搶來天數來讓佢打官司。我老實講，其實你是花錢去搶律師，政府有勞工權益基金，就得讓你天數打官司打到大。後來，
透过勞工訴訟嘅個專案，行嘅阿爸得到佢應該有嘅權益咧。佢哋先講，佢哋深度講，伊出到嚟參選副總統，佢也啲勞工權益基金啦、勞工付出嘅專案，喺嗌到勞委會主委嘅因為所設立嘅。其實3年前就已經離開勞委會咧。不過勞工訴訟付出嘅專案，還係佢嘅運作，都已經幫助了13000人啥嘅勞工，一共向雇主爭取了19億嘅賠償，呢度都係勞工朋友嘅血汗錢。我沒有看到根本嘅問題，建立制度，讓佢哋真正幫助弱勢者。所以對我嚟講，政治唔係一個勾心鬥角嘅問題，唔係一個搶新聞版面，唔係打口水戰，更加唔係罵無對數。我就做得透過呢個建立制度，還有國家資源嘅分配，俾更加多嘅弱勢嘅朋友本人看到，本人照顧到。你係全國嘅人無法度了解嘅，因為佢哋冇一樣嘅生命嘅體驗，對佢哋嚟講，前啲事即大同天花。做得咧，不過對勞工朋友嚟講，喺講喺前啲事，佢都黑死咧，佢咪唔知喺前啲事咩看佢哋富台地度到底有錢也冇錢。故此，不管對民間或者係嘅政府，我都係全力以赴嚟推動呢個制度。對呢個性別平等，然後嘅弱勢保護，我推動呢個修法，還有呢個反制法是嘛，當道嘅防治法、性別工作法。還沒安生打官司，勞婦爭取那個權益，保同夫婦兒童最佳嘅權益。我哋作為嘅因律，我通過勞工嘅年金，我通過勞工訴訟付出，我咪發放當道嘅津貼，我咪千多倍嚟調整基本嘅工資。不好意思，我講得有點快。我都講下夾到。其實我啲朋友都傾我講，我講發速度要變下慢啲。步伐也慢一點。腳步慢慢啲，唔過。我就講，我冇法度，有沒有種就停下來，我必須一次變出一家。有的人係負債，有的人係官二胎、富二胎、官二胎，但係我唔係，我係勞工天二胎。我唔單止係勞工嘅天二胎，我還係勞動命嘅天二胎。你們都得講我當家婆，不過只要看到需要關懷嘅人，我就係冇法度幫佢哋唔插佢。最近在辦學嘅時節，整理出國畢業紀念冊。我回想到在讀書嘅兩次嘅經驗，這時節我不卡並沒有錢人，我幾乎看人帶到中華火車頭後背嘅工廠嘅宿舍地度。其實我哋付唔起咧上課之後嘅輔導費，我啲我根本都拿唔起。先生就讓我簽過去，偷偷讓我講，你還能做得參加咧考核輔導。納錢的時間，你這本我一張空空嘅信封，底部唔是不用錢，冇相關，我還能為輔導你。先生有隻信封，來，顧全當時讓13歲嘅我嘅尊嚴，按個成長嘅過程，本我更加了解。每個人對貧窮家庭嘅重要性，係用是出權的接觸幫助嘅時間，佢咪當上要保有尊嚴。呢件事情講我一生日，隨時提醒我，這個幫助弱勢者時間，沒有照顧到佢哋嘅尊嚴，老感受。其實身為一個法律人，我向來係無法分明，但係經過200個選舉，我發現當道嘅事情唔係無就會拍嘅。就將改革建設嚟講，對當道嚟講都太難係做唔得嘅。我自己咩過唔去，不過我自己從來唔使佔任何人嘅便宜。呢幾年我行到建村嘅時節，有一條嘅建村嘅老阿伯嚟讓我大嘴鼓講，佢到讓到台灣嚟嘅時節經驗，佢都講佢到讓到台灣時節乜嘅都冇，有嘗試一創一張饅頭都冇。對佢哋嚟講，呢一片土地係佢哋唯一完成啲咩嘅素材。對於本人用到呢個土地投資理財嘅工具，佢哋感覺係冇，我始終係當排泄，我對呢隻素材，我誠懇嘅對佢哋講一聲排泄。我曾經公開說過，我是公開講過，我係一萬米嘅人。今本日，我對大家講一聲排泄。費事你100刀，咩冇法度講維護知識對我希望，但係希望大家俾我嘅機會，我係義無反顧嘅王義賢。第三位係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先生，時間8分鐘。主持人王女士、秦師，現場嘅各位貴賓同電視機頭前嘅鄉親好朋友，大家平安。
2個月以前，有位記者來採訪我嘅人生規劃嘅事情，我同佢講，70歲以前我會做最愛嘅學術嘅研究，認為嘅切片做出貢獻。70歲退休以後，我要去做傳播福音嘅志工。就在採訪嘅冇幾個月之後，蔡主席要求我擔任佢嘅傾心嘅搭檔。我內心嘛係確實有想過，因為我想兩面我最人生規劃嘅人生，不過我也想過，8年來台灣人民正經過到千壽里，一下嘅政府辜負人民嘅期待，失去人民嘅信賴，一下國家正在退步，一直向下沉淪。故所，我決定愛行出學術其他，聽佢共享服務。我知道喺廣州嘅老學術研究嘅疫情，轉換咗愛做愛人嘅具體嘅行動，就喺老所有嘅志同道合嘅人向下，成為雙主所用嘅人，建立咗燃燒而自家照亮力嘅台灣，本呢個國家行出湖岸，向香港面。我夏天決心行出來，係佢當初嘅研究，我從事教學嘅研究，接觸當到後生人，同其他互動。佢哋在做事當中，非常嘅神猛打拼，容易創新，樂於處人，故所我時常對佢哋講，在人哋身上我看到台灣嘅希望。不過學生在演講啊，先生，我哋自家並冇看到我哋對未來嘅希望，但就係後生人眼前嘅未來非常嘅受力，非常嘅無格無實，但最大嘅痛苦就係。日子貼大，目前做嘅工資增加啲也近年來後生人生活比例越來越高。馬政府212K嘅政策，就像一個經不扣，老頭等嘅人民，實質嘅薪資漲到16年前嘅水準，太特別提起嘅物價比16年以前貴一批。一個後生人喺台北，愛50年最少13年，爭在買得起貨。2012年台灣嘅年度台北係也係我推薦呢，因為後生朋友嘅生活本來非常唔攀得啦，通行。就我嘅科學家來講，都係聽說後生人嘅學術當中嘅難題。慢慢我有機會對後生人做行較多，我想去幫助後生人決心，有冇改變，我同我自家講。當選以後，我一定盡全力來解決後生人嘅難題，不給人對未來真有希望，也唔會有強勢嘅物質。我認為做4件事情來解決後生人嘅問題。第一件事情就係做好生涯升級，幫助後生人行出創業嘅困境。我哋提出5大創新研發計劃，包括亞洲矽谷。甚至於理念科技、智慧機械同多功產業，本來嘅具有國際競爭嘅優勢嘅產業，成為下隻集團台灣經濟起飛嘅引擎，同時帶動綜合小型嘅產業相關嘅服務業向下來升級。台灣產業升級，企業做得研發創新過程當中提供更多嘅工作機會，同時也會製造出更有競爭力嘅產品，得到更高嘅利潤。薪資本後生人做得行較好，徹底改變佢哋嘅想法。第二件事情就係打造友善後生人創業嘅環境。我哋了解後生人愛創業就需要資金、行政嘅天數，我哋愛整合行較好嘅長遠創業嘅計劃，條等於重構嘅服務，也使啲創業基金嚟嘅鬆綁嚟嘅創業嘅法規，本後生人發展產品，但係佢上佢嘅做遇到嘅困難，幫助佢哋成功創業。第三件事情就係愛解決教育體內當中嘅落差，本教育做得天數後生人培養創業所需要嘅專長。學校點會搞嘅事情係要做些地方搞嘅事情，俾大家集結起來。不過行業嘅人士做得在學校傳輸經驗，一般學生嘅從實做嘅當中得到你嘅職場當中嘅人才。對相關轉換條路對後生人嚟講，政府應該提供專業嘅訓練，幫助佢哋專業成功。第四件事情係去減強後生人學貸環境照顧嘅負擔。學貸嘅問題係見到後生人
佢嘅博得噩夢，政府嘅政策一直冇對症下藥。雖然得千多嘅資源，牽動到嘅註冊來買，不過韓本冇使用人當做投資理財嘅工具。也2年來，又發生官員嚟嘅貪污嘅事情同工廠品質唔好嘅事情，真件係千的人家，後生人買唔得起步，主要嘅市場也缺乏保障。未來我哋會判理20萬戶嘅本人票，本人買嘅註冊，動態嘅部分一本，我會讀書做些成家嘅後生人，減輕佢哋很大嘅問題同壓力同煩惱，大病奮鬥，還有用子照顧老人家也係後生人非常大嘅壓力。未來政府會評價優質設計化嘅長照服務、托院服務同醫療嘅網絡，結合民間嘅力量，為後生人得到社區嘅資源，限個天數，減輕照顧家庭嘅負擔。各位國人同胞，各位鄉親，我哋深刻嘅了解你們嘅需要，也清楚你嘅解決問題嘅解決策略，慢慢我哋愛配合你嘅改革嘅力量，本台灣脫離困境。我愛再一位同大家來講，蔡主席已經做好領導了解國家嘅準備，韓國大家有看到，唔係講蔡主席一3年，還有技術上一大群人。記得嘅聲望，我哋嘅智庫當中200人位嘅成員，我也係其中之一。我哋來自學術界、中央地方政府各項工業同民間嘅團體，本台灣重新企起來，係我哋嘅使命，也係我哋嘅責任。台灣人民非常需要就係一個做得解決問題嘅政府，唔係留下嘅製造問題嘅政府。唔錯嘅施政。做唔到在原來國家嘅改革，做唔到在電台，我哋天初愛嚴時採取行動。每一位支持我嘅朋友都係改革團隊嘅一份子。請我哋即刻團結起來，所有嘅改革嘅力量強下團結起來，配合變成一致，一起合作嘅夥伴，嚟就做得點錯台灣，要在未來。係嘅未來，大家團結，努力打破族群嘅分離。總之，正當嘅惡鬥繼續做大家做得全面合作，本所有台灣嘅人民最享有幸福平安同喜樂，亦本台灣成為嘅充有信心、希望同有愛嘅國家。更加重要嘅係，我哋本全世界看到啲台灣係嘅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法綱、法量嘅地方，也出倡議人做。按章做得對得起嘅所有嘅對台灣民主奮鬥嘅一條前輩，也對得起嘅2300萬嘅喺台灣土地，大家共下3萬大兵打造更好嘅未來，希望大家支持。第一階段，學天階段嘅3位候選人嘅整頓嘅時間已經結束咧，結果一下剛剛回來，等下再帶分大家天一階段公民連續提問。全國有名嘅新社花海普遍居民因為交通問題當上路基，要強制外地的遊客不要開車直接上去，因為每年花海都塞車塞得蠻嚴重的。交通問題外解決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預算將觀光資源同菜地產業結合，觀光加上農業，所以講如何把它結合也很重要嘅啦。12月27日禮拜下晝5點半，村民大會有請鄉下來關心。彥辰已經喉音有點重。王宇欣老師一定不喜歡我唱歌，因為沒有美感。對，我都用喉音。哎，我擬真劑啊！哎，你會不會怕他？我不怕，那眼神是有點鄙視那種眼神。我不怕，什麼東西？菜料理王全新的單元來咯，當然就冇缺氧哦。禮拜一親子料理秀，有請到爸爸媽媽帶新人的鄉下來煮菜哦。哇！小孩子吃的表情呢，多幸福啊！禮拜二全家速度菜，看大家樣板點功夫咧。唱歌菜衫少條。唔係嘅小虎嘅建議。禮拜三菜地好面試，台灣菜地嘅好食菜，按樣嚟料理咧。啱，讓做不了的同學吼，唔要較準。
礼拜四做下好料理，看叶子同小虎 PK 厨艺哦。小虎，呀，这时候就上到来呢。张失控啊！礼拜五名人大吊戏，有请到当有才华的名人来主菜本大家说咯。呢度跟朋友、好朋友大家来坐下升级时候，係嘛？莫噶莫啥。请大家聽咗記得收看8月多班下晝頭3點開始嘅色彩料理吧，定來做王。嗨，哈卡。讲礼拜日，我食饱憨憨喜欢死，看到草莽老街嘅土狗我记得两兄弟，葡萄天那下地旁线，盖个旁天一沙一记一生气，草莽讲，嘿，我地南山，日后是佛踢一条太老虎，土狗讲，我地北山，日後是細踢九條大狐狸，草蜢講，我律律富士棒踢熱衝白煙大榕樹，土狗講，嗨，我熱春腳啊，老五只身小踢變偏題，草蜢講，釣我就通棒係我趕，土狗講。我不干雞，天當鬼雞，天奶走雞，好把手雞，錯到都跳雞，我做錢老記得停鬼機，二兩沙當當做雞，胖雞鬼，突然間彈到震動片，哥啊哥，嚇到噗嚕嚕嚕背過來，一隻雞講跳當有隻大雞機，呢啲咧隻雞講有嘅惡魔，嘅篤上了，老草蜢吞落肚屎氣，土狗我一看不了啊！太馬雞公嘅唔啲事，我講雞公硬嘅不應該。地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夜晚嚟大談悶看，土狗我唔明雞公壓在起見你要做法是你當愛，你阿班我絕對冇有你，你個土狗我一講日蹬腳，木蹬，惡西屎牙地小白腳向前一腳，咪本雞公細睇戲。欢迎大家来到2016副总统海外前年电路费嘅剪裁，今日天嘅台我哋進行公民提問，公民提問我哋用創新嘅方式，副總統本問題目。首先選民，大家選民先落面，我向先表出佢哋所問嘅問題，接下來我哋選出69嘅問題，69嘅問題都係前人嘅連數，在大家嘅見證之下，我哋再從其中出6個題目，即係今日嘅題目主要嘅題目，針對6個題目，大家候選人有2分鐘來答。根據之前嘅規則，即係出現2分鐘。到以前嘅30秒鐘用2段聲嚟提上，2分鐘到嚟以後用1長聲嚟唱，大家嚟暫停發言，嚟關停我嘅麥克風。好，今日公民提問第2階段嚟開始，副總統本人問目，公民連署題目第1題，請看。
公民提問日，醫療與社會嘅問題，請問候選人90年代開始嘅反刍基運動，經過5年立法院將通過兒童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我哋主張立法院達年卻不改變1/4本新民黨，請問你同意嗎？依照出場嘅順序，先來回答嘅持續民時間2分鐘，好。亞嘅提案嘅本身兼精神嘅內涵，主要傳來自於幾點知道，但係立法院審議法案嘅速度挺慢嘅，故就希望做得立法委員分成4組，達年局部嘅改善。對於亞嘅提案嘅精神嘅內涵，我方向係認同。唔過，貴嘅立法院所有嘅立委任期係4年，我哋我頭嘅分成4組，但係2組，亞嘅係實際嚟嘅議題。我哋出嚟替未來嘅國會來做詳細嘅討論。故所我咩係建議亞嘅風潮美國對於立法委員嘅任期分成2組，互相嘅來疊合。2年一年，按樣嘅方式最主要，按樣嘅原因就係一個屆期唔連續，進度嘅法案將提拔嘅立法委員，立法院係講一個法案審到一半，跟明年又係9個嘅時間，嘅再重來過1圖，然後見審查到2圖3圖，為了避免亞嘅多期嘅唔連續嘅情況，我哋未來做啲朝野嘅方向，我本身認同嘅。唔過我提倡嘅係，其實議事嘅效率、勞制度最重要嘅係人。再來嘅立法院有好嘅制度，唔過正當嘅對立、正當嘅惡鬥。做出嘅講愛喊做出，也嘅係影響到立法院嘅真正嘅效率。故所我哋提倡大家聽出一本真正為民眾立好法、修好法嘅立法委員入到立法院實行國會。接下來我們請我哋從王宇賢女士來回答2分鐘。90年代嘅反刍基運動，我們是參與推動。嗰兩時，讓成為一位歷史。嗰個時代還有阿爸阿媽、為賣西麥兒，還有烏頭嘅經驗。故所推動嘅過程當中，參與保護工作嘅朋友，其實都必須得無恙嘅烏頭嘅無恙之下。我哋喺兒童嘅少年性格法律，依然喺國民黨立委黃毓民嘅提案之下，改名已經到兒童按照少年性剝削嘅防治條例，因為呢意思特別有改變。嘅當中有個修正，當中就非常重要嘅制度係特別講嘅，愛得好高地度，就兒童性剝削嘅過程來做教育嘅先頭。我當防疫立法面係參考當初你自聽心情去防治法嘅時節，嗰兩時嘅立法嘅模式，也係我嘅構想。故所因為成為了少年推動性別平等當中當重要一隻嘅開始，一路行來，我從開始過去到婦運動到來勞非主義嘅運動引領，我推動清楚嘅法案，對呢過程當中。我哋睇下中央，我都知道立法院嘅議事嘅效率，色彩立法效率有動態嘅改進嘅空間。我記得你當年這個推動性侵害防治法，還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然後性別公平平等法嘅時間，我哋當其他有幾多年這個等法案通過，一等到9年，不過立法嘅速度某種程度是太緩慢。我想你確實應該加強那個速度，因為法律9年之後，就要改變佢哋嘅意識。故所我贊成改進立法院嘅議事效率，我哋幾次透過呢機制，本立法院做得更加接近民意。不過喺講當年呢些呢，我知道要對台灣嘅社會成本來講，不管係互相之間嘅實力或者嘅人力物力，我都知道可能大多數嘅民眾每一天嘅機制當年都來改善嘅事。不過喺講2年也係4年冇聽錯做的考慮，分呢，大家會有高度嘅用通識之下全面來做本唔嘅決定，我知道係做得嘅好嘅模式。接下來好，接下來我哋請陳建仁先生來回答，時間2分鐘。
国会是民意的。国会係民意嘅事前，咩國民黨搶起陣抬頭數變遷改革嘅障礙。我但搶我希望係改革法案，也改革品質也唔好討論法案，實際也吵吵鬧鬧、天天猜猜，難怪喺呢個條線上安呢個題目。不過呢都啲，當然局部改善1/10嘅立法會人吸入到修憲倡議，困難度下降。不過民進黨一向非常歡迎多年意見，能以未來修憲嘅討論，比較民黨將降低部分嘅設置門檻，從5%到3%，即兩份各界多元代表性進入國會。不過檢查係對呢件事面嘅底下，我也做更多嘅實望，做嚟加強議事嘅效率。也有事情部分嘅立委名單就當到係社會福利兩位嘅專家，包括會權委員陳文麗、韓國也提起嘅委員，還有聲音包括吳思瑤、蘇靠輝、鄭運通、長廖萬強，也全部都係民進黨對於兒童福利非常重視嘅一啲委員。未來我有團隊提出啲立法人對兒童青年權利嘅保障，提供最好嘅幫助，也有代表民進黨係本各種冇強嘅促權，做得落到新嘅國會，喺國會當中反映新嘅民意，本國家改革做得推動更加好，推動更加符合理想，所以檢查係局部改善部分冇法度改變，我哋最重要嘅係就係進黨係咪做得提出最好嘅意見，唔單止係自己進黨，從民進黨推出嘅部分嘅會就當都係唔係民進黨嘅，明年嘅應該是6號以後，向大家向下半國會進黨打造新國會、新政治、新台灣，希望大家。接下來我們好，接下來我哋今日第二題嘅題目，請看。公民提問2，公民提問2為高題。請問候選人非洲嘅出現咗新嘅國家東非聯邦，係世界第16大國。請問對於東非聯邦係唔係有具體嘅外交計劃？請問英國嘅央視嘅樣發展佢哋國際外交。我哋來請王宇賢醫師來回答，時間2分鐘。目前，印尼外交部對呢東非聯邦呢個事情一直持續關注。國家雖然有呢朝呢個方向來推動，不過相關嘅體制係蠻形成強勢。不過呢個問題本來回想到，我哋挪威非洲嘅印尼所推動嘅一隻外交嘅計劃。印尼國家有堅強嘅外交實力，唔單止係農耕區、醫療區，而且還有資訊嘅外交。嗱，呢個印尼邦交國布基納法索2擺，有2隻理由做嚟老大家做分享。第一擺去提供一個資訊中心嘅建立。當地嘅媒體做清泰博圖嘅報道，按不上係轉到飯店嘅時間，飯店嘅服務生只有2人嚟講，非常感謝中華民國本呢兩個調誤嘅調講，唔係單槍本呢聽咗理由，非洲嘅一類天賦嘅計劃嚟到布基納法索去嘅時間，從機場到飯店沿路2排嘅天賦嚟清楚講一天賦下邊係為等以前10年啦，對佢哋看書，因為佢哋嘅天地供應非常嘅薄弱嘅問題。無法度特殊，後來嘅合政府啦民間嘅資源，然後佢哋聽書設立個非洲熱戰定嘅天那個計劃，利用非洲嘅太陽能嘅計劃，雖然咧當日起好到特殊8點鐘咧再重天重爆，並且帶轉無卡去使用。結果當天人嚟講，呢個熱戰定嘅計劃點錯以後，唔單止佢哋按部呀，同時點亮佢哋嘅未來。為先人啊，而特殊讓做得重天，讓有法度帶轉無卡。故所聽錯去特殊係反做一個家庭當重要嘅東西。故所你唔單止係民進黨執政嘅開始外交，那個外交，你得出嘅錢，咪入到政係嘅外那個口台，咪進入到國家嘅嘅民意，你幫助佢哋國家，幫助佢哋嘅人民，尤其佢哋嘅先人嚟反轉佢哋嘅家庭，你用原實力來發展你外交。呢一件事情，我過去得做，未來香港還會做，呢種係正經嘅外交嘅方式。接下來我哋請陳經理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
創造一個穩定友善嘅國際環境，係部分人超越政治嘅全面共識，也係未來民進黨政府嘅首要嘅義務。因此，我哋絕對唔會放棄留任何國家建立嘅友好嘅關係嘅機會。我哋講，除非聯邦含量形成嘅國家，目前係嘅企業性嘅組織，未來將會受到某種嘅情形，尤其當地嘅人民，還係處在災難當中，需要國際嘅援助，我哋會非常關心一個組織嘅發展。蔡主席同埋多擺強調，民進黨政府會推動一個新時代嘅外交，充分發揮台灣在醫療、衛生、研討教育、經濟農業等項親子教育科技合作同經貿投資等項樣式嘅優勢，透過台灣嘅 NGO 積極倡議嘅參與，同政府對地方城市外交嘅推動，我哋會務實嘅參與嘅原則，發展台灣嘅國際關係，做出有意義嘅貢獻。我當然擔任衛生署長嘅做防治SARS嘅公開透明嘅方式，同世界各嘅分享SARS嘅疫情，同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新加坡同世界衛生嘅組織進行密切嘅交流。台灣嘅防疫嘅成績，本世界各地留下非常長嘅印象，也促進台灣本應邀請用觀察員嘅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也就是用實力嘅利益。當然，亞洲國會嘅作為因為對歐盟嘅各國民主亞太陣各地嘅研究自主結構，強當數十項嘅合作嘅計劃，加北項嘅研究計劃，強化科技人員嘅交流，埋定在科技合作當項有深厚嘅軟實力。蔡主席同埋有豐富嘅經驗來領導台灣推動國際參與。好，接下來請徐宣瑩女士來回答，時間2分鐘。在軟實力展現在國際外交方面自家指導。今年6月來到緬甸去參加緬甸文化音樂節，然後諾貝爾文山書記女士來貢獻。我哋將下了緬甸嘅音樂節互相嘅交流，也嘅未係我哋台灣所有政黨當中唯一黨魁黨主席老記碰面嘅一個機會。我哋佢嘅軟實力係講在現在外交方面，我想台灣方面除了音樂、藝術文化以外，我哋還有台灣嘅儀式，做得點式成經。我哋有宗教嘅交流，還有我哋嘅醫療團，還有我哋嘅農耕嘅技術，都係適合好嘅，做得使得我哋台灣做最好嘅軟實力嘅外交。不過我哋一片我特別講外交，總唔得將注重在邦交嘅國家係未增加，更重要嘅係台灣嘅經濟力。外交其實係奇妙嘅延伸，我哋經過兩太黨嘅執政以後，台灣人薪水倒退15年，台灣嘅經濟蕭條，卻因為我嘅外交嘅工作對於嘅奇妙嘅方面做嘅唔好。故所我哋主張，所有嘅外國人天作愛聽數中小嘅企業來熟悉商品，同時愛建立一個國際。我哋台灣有最好嘅經驗，用政府來聽數我哋嘅企業來打世界盃，愛賺全世界人嘅錢。故所複製台灣嘅科學園區嘅經驗。從製造業到服務業到各領域嘅專業嘅產業，我哋愛平等各嘅專業嘅產業來拓展奇妙嘅外交。好，副總統嘅本藝門幕公民連署提問第3題，請看。公民提問3，議文議題，請問候選人從文化部補充立委嘅時間，即看到文化部已經實名面台縣民服務嘅提款機，文創付出嘅措施，佢係大家親見嘅。請問你係咪贊同國家採行改良式嘅辦總統制來提高來助推國家文化嘅發展？這個問題，我們先請。下個問題我哋想請陳建仁先生回答2分鐘。
过去7年多来，頭擺7年來，文化部確實有輕度負面嘅評價。國民黨嘅文化時政傾向還係停留在有當好多下輩嘅模式。文化部門也變成政治嘅發展時，文化資源分配有輕度運動黨員批評嘅考量，竟發生像夢想家案嘅事情濫用資源，甚至建議文化嘅亂象，實在本大家起了黨通心。政治有藍有綠，不過文化不應該有某個色彩。民進黨執政為本專業。專業文化文化真是文化時政真正回應人民意，符合你嘅期待。蔡主席同啊香港黨線，人哋會要求文化部天初一用打開你嘅相關方向充分溝通，密切合作。文化部長天初喺天期同目標嘅兩位嘅議員工作者交換意見，來談佢哋嘅意見同需要，各方面嘅努力也為本次突發。因為落實行政總理同基因政治文化預算，所以我們哋強調下咁樣變成一檔自私嘅政治採用嘅工具，也做咩青菜來邊想去做乜就做乜嘅，我哋認為講。文化係促進國家進步嘅關鍵，也係國家最重要嘅軟實力。我哋強調講，文化時政係政府核心嘅工作，絕對唔係裝飾品。民進黨已經發表完整嘅文化政策，包括當天文化基本法，確保文化嘅多樣性，支持創新，韓國表現嘅形式，利用數位科技變新媒介，用文化嘅軟實力重振國際社會等等。我哋為將台灣有特色嘅文化同國際接軌，用文化外交伴全世界嘅人做得認識台灣，什麼睇㗎？接下來，好，接下來係長期小英語來回答，時間2分鐘。我哋從重要嘅問題就得看到，係講因為文化部部處理維嘅事件，使得愛改變文化部長嘅任命嘅方式。嚟請問按道嘅部分，其他嘅部長按樣嘅事。嗰時候，我認為廿個題目嘅邏輯思考係唔錯嘅。有啲看到世界各國，就係講，就係總統制也係內閣制。像係佢愛用人為才，好嘅對於國家負責文化嘅產業嘅政策，做出嚟好好嘅發展。亞洲國家嘅文化嘅創意嘅產業，將韓國釜山佢本單係嘅海港，不過喺國家整體嘅因素之下，佢兩下打造成為亞洲規模最大嘅天然城，同時係全世界全球第5大重要嘅洋站嘅地方。跟我哋對韓國也嘅太重建，我哋都十分嘅熟悉，也就係因為政府佢哋嘅負責，政府嘅作為，我所台灣。唔係缺少嘅政策，係再擺重申。國民黨、民進黨都係執政國，外邊嘅文化產業喺呢一邊，外邊文化人士嘅產業喺呢邊。嗰種外邊小嘅係台灣小嘅係嘅好嘅領頭人，也嘅好嘅領頭爭做得為人才實用，外邊有好嘅人才文化部長，再加上國家嘅。大嘅政策，你做得幫我哋台灣貴嘅文化行出去。當然，我哋台灣有嘅文化，我哋可以再加強。唔管係國家藝術、倫理、團體文化都要加強。好，接下來我哋將王以賢50答，時間2分鐘。根據我的了解呢，針對呢個事件，文化部有公布立委協助民間團體向文化部申請補助經費嘅統計數目是，呢個數目是分配執政黨47位，在野黨35位，執政黨在野黨100位員協助人民申請補助嘅比例啊，因為執政黨委員人數下度其實係相當嘅，可見呢件事情唔係單一政黨嘅問題，佢其實檢查到立委嘅職權啦，相關部會互通嘅一個結構性嘅問題。關鍵嘅事情係政府部門關於
建立一套统一嘅补助标准，同時做啲確實按照呢個標準嚟審查。這個標準係一致嘅，同時過程係公開透明，做啲接受民眾嘅檢驗，本需要嘅團體做啲做看得到嘅事情，都做數到補助嘅話，其實呢一種係一正確嘅方向。故所有的立委因為民意代表嘅證言，協助需要嘅民間團體嚟申請，係冇反對嘅。不過係因為對行政機關嚟應討嘅話咧，係做唔到可以接受嘅。呢邊嘅職權係你監督政府，喺講攞監督政府嘅職權拿嚟申請經費，喺講啊唔單止破壞了立法同行政之間嘅監督，同時會使政府嘅資源無法度花到應該花嘅所在，又係最大嘅使用無法度。不過呢個問題唔單止只有文化部門有兩個狀況，其他嘅部門呢，都目標嘅立法院嘅委員會都有可能面臨到同樣嘅問題。故所兩問題嘅解決應該個嚟個兩嘅，除咗檢驗文化部之外，所有嘅補助嘅辦法都應該比照台灣藝所講嘅建立一套嘅統一，同時公開透明嘅方式嚟接受規則民意嘅檢驗。至於講普惠嘅訴訟，係咪接受民意嘅檢驗呢？因為當然愛啊，一隻用民意嘅訴訟，冇可能會做出符合社會民意嘅政策。關於呢一點，我想我老你提問嘅公民團體嘅意見應該係一致嘅。我哋當面主委嘅時間長條會有當到民間團體會讓我反映意見，等等呢媒體監督、立委咩咩監督，我都知道一般但就係應該有權利嘅人應該接受社會各界監督一隻最基本嘅要求。好，我哋呢係今日第四題嘅公民連署嘅題目，請看。公民提問是交通議題，請問候選人未來最大嘅交通建設，出於期望講清少，而且最佳預算限卡經常看到嘅事情，但冇看到相關糾正，請問你按樣嚟改善？你係咪認同所有嘅公職人員不應該退休免除其保證嘅責任呢？這個問題，兩個問題我哋想請齊選人女士來回答，時間2分鐘。首先，我表達我認同所有公職人員做唔得，因為退休退職免除嘅保證嘅責任。不過，中美兩下台灣會有亦在追加預算，同時工廠延宕嘅情況。呢個情況唔係淨用交通方面，各方都係有。一個中央係出在兩頭，過去宋楚瑜主席做省長嘅時間，全台灣12條嘅東西向嘅快速道路到南北方嘅省道，規個工廠都係如期嚟完工。嗰種問題喺呢邊，讓人嚟改善。問題係在兩頭，我哋應該有一個優秀嘅兩頭人。有執行力，我再擺嘅實面。台灣少嘅唔係政策，少嘅係好嘅兩頭，留意嘅真正落實嘅執行力。喺定過去20年來，選過嚟5擺嘅總統，呢擺唔係政策都講得清楚。不過行到兩邊，我哋公民連署有很多嘅問題下來，大家都看到。對我哋兩項目前政府嘅實政各方面都非常嘅不滿，故所我哋應該係先發落起來，先出嚟認真做。我認為改善我哋要先效法企業嘅精神。郭台銘董事長就講時間、效益、成本，佢對佢嘅目標，佢對佢嘅下屬，總係時間、效益、成本。故所我哋天出愛監督。最終，未來我哋對於所有嘅工廠，我哋事前聽說係詳細嘅評估、審慎嘅控管落實，讓大家相信宋楚瑜齊選人什麼？接下來係請王友賢回答，時間2分鐘。確實，就像你提問所講嘅狀況，常常出現喺講下邊嘅對價醫生嘅證言公平，我想人民唔諒解，人民無法度運輸嘅係因為事先人為規劃唔好，造成公平嘅延後呢種狀況。我想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做過嘅事情嚟負責任。那最近就係試驗嘅故宮南院嚟做例，故宮南院總共期盼300個通過嘅典禮，提辦2003年，提辦2005年，有200個通過，100個總統大選之前，100喺度解驗是訴訟選舉之前，按個時間點嘅考核。本人會做清楚嘅聯想，最離譜嘅係前200個通過都係假嘅，因為嗰兩時故宮南院嘅預算設計根本都冇完成，
因為安樣，故宮南院一直到2007年讓正式開工。不過因為呢條弊案鬧嘅紛爭，困擾國家工廠冇法度正式的好好開始完工嘅日子，就從2008一直延到今年能完工。呢條弊案雖然發現呢有啲研究，不過造成工廠一直延期，造成民眾期望嘅落差，呢係消費嘅成本。做呢事情嘅人應該要負起最大嘅責任。故所，我認為所有嘅公職人員，總唔得因為退職退休來免除佢哋應該負嘅保證嘅責任。責任係歸成人嘅，我認為指出嘅研究應該建立妥做得確實來對究責任，對來求上嘅指出，跟所有嘅公務人員在行使呢個國家權力嘅時節，在通用國家資源嘅時節，面對讓人民相關嘅事情嘅時節，都做得以民為本，以民為主。得呢個因為你做唔得妥妥當當，呢個因唔係得個因為冇出事就好嚟按個社會嘅態度，係對台灣規則嘅民主法治嘅建設係有影響嘅。故所我會認為頭前種下嘅人後輩當然係必須負責。我相信啲人民冇法度接受講一出事我冇退休就冇乜事情，咁嘅事情，啲咪就負責任嘅態度。接下來請陳建仁市長回答，時間2分鐘。民眾對交通總體工廠採有可能不佳嘅負面影響，有部分係因為疏導環境困難克服嘅難題，有啲相關制度唔拉完善。不過講實在話，大部分都係因為兩頭閘嘅執行力唔拉，造成嘅執行力嘅部分，民進黨執政嘅期間完成並依個雪山隧道延伸分風頭，這條東西向高工廠無工期一切延通嘅問題。韓國經費嘅部分，講嚟嘅中醫局嘅預算編列5000億，用2000億，其中後政治預算本編列5500億，並320億台糖天廠預算原本4000億，只用1000億，唔但將冇大量對價預算，還施工品質非常好，也其實係青島公務人員權責權利嘅成果展現。電腦過來看新北市嘅330003環3線都列下限忙完工。新北市港本來要推動18萬嘅4000戶嘅搶人出車，韓國出嘅決策，不過到體檢市場因為也不完成，4戶韓國機場客運元旦要在2010年完工，馬政府也緊講延下來都列下位置，還無法度通查。同樣係公務人員當奇怪，在就是執政嘅時節，工程效率高。要做得上錢，唔過在民進黨執政嘅時節，工程效率延通，要浪費錢嚟上，執政一個決心同兩頭力喺工廠做得如期完成最重要嘅關鍵。當然，我也同意所有嘅公職人員不應該退職退休就免除佢嘅保證嘅資金。唔過我韓國重要嘅係所有嘅基層公務人員，佢哋都係盡心盡力、三忙大病為佢哋嘅工作，人哋應該鼓勵佢哋。韓國最重要係執行力兩頭能力，什麼睇價知識？好的，副總統本末全面連署題目第5題，參看。公民提問5：國防議題。請問候選人，台灣國防外交政策建議重大嘅問題，要由萬年來探討。萬年則得決定台灣嘅未來。你同意已經係通過嘅台灣嘅公約，讓2300萬台灣人民行使公民資格權望。接下來這個問題，接下來有個問題係電廠王雲天50回答，時間2分鐘。昨天係行憲紀念日，國民黨一直以來都用最大嘅努力來維護呢憲法嘅尊嚴，以及中華民國嘅憲法來遵守條文嘅規定。台灣嘅未來當然要全台灣2300萬嘅人來決定，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度來插手。你係國民黨嘅立場，你係我嘅立場，從來唔實聽通過未來咩唔改變。非常歡迎蔡主席來加入呢個立場，我希望蔡主席未來唔會動搖。未來香港主理論主席老艾來總統、副總統當選，台灣嘅國防外交、政策經濟兩條重大問題，我哋會依照憲法本總統嘅職權來做相關決策。依照憲法，國防外交嘅決策係總統嘅職權。唔過改變現狀，唔係任何人做得決定嘅，必須要全民共同決定。呢件事情正經嘅核心問題係。
而你嘅人民對而你嘅退意思，因為有某種程度嘅冇信心呢？我想原因係因為台灣人民對國會無強嘅政黨之間呢，用反對來反對去那種，面對國會之間無透明嘅協商，感到失望。故作國會改革係200年國民黨選舉當中當重要嘅政見，係透明協商，係政見意識嘅考慮。為了落實呢個目標，而你國家要求所有嘅國民黨提名嘅啲為候選人都係聯署來支持國會改革，目的就係為了建立支出，重建人民對台語政治嘅信任。本立法委員做得國家反映民意，本行上街頭唔會變成人民唯一嘅選擇。當然，人民對呢個公共事務嘅參與保衛自家權利嘅狀況，大家對政治唔係一樣嘅冷感，願意嚟接觸，願意嚟了解。因為呢，對台灣社會發展嚟講，呢係一件好嘅事情，係咪相當歡喜嚟講到台灣社會嘅發展方向？接下來長期陳建仁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公民自決權，公民自決權本來就係人民基本權利，全台灣2300萬人民都應該有呢個自主權、自決權，也係當然嘅事情。經過人民長期共同嘅聲望，台灣呢下已經係民主嘅國家，都得選出行政首長同國會嘅代表。不過遇到係講有爭議，也係涉及到人民總體權益嘅事情。台語政治係有可能有唔哪個地方，故所公投法就係彌補第一之處唔哪個地方嘅救濟方案。不過，蔡國民黨長期將大多數嘅國會投為主黨嘅公投當下當一下好不容易公民同投票法，不過佢違法嘅人數嘅門檻，韓國都太高咧，甚至還係涉及到違憲公投嘅審議嘅委員會，都得隨意否決人民中經有一張張嘅連署書提出來嘅公民投票案，導致公民投票法變成吊籠公投法。因此，在實踐公民自決嘅時間，對確確實實未來還有什麼嘅空間。民進黨立法委員呼應社會嘅期待，在今年4月間經過一番嘅努力通過，在委員會通過初審嘅修法版本，內容包含公投提案門檻降為1/1，連署門檻降為1/4，投票通過門檻改做簡單多數決，還刪除違憲嘅公投審議委員會。故所明年2月新國會誕生嘅時節，人家希望民進黨還有韓國島嘅改革嘅力量組織結合起來，本大家進步、大聯盟通下來推動法案，本外等公投法都得韓國符合人民嘅需求，本人民韓國都得來行使佢嘅自決權，怎麼睇㗎？接下來長期選人議事回答時間2分鐘。今本日做咩公民提問我問你嘅問題？重大嘅問題要慢啥來決定？當然，有啲人會講總統來決定，有啲人講全民來決定。馬啥做得來決定台灣嘅未來？像大家都會講，一定全民來決定。唔過總統你係全民選出來嘅，嘅本嘅權利。不過，做咩我有樣嘅問題，又再一擺嘅顯示出，外地嘅民眾對於兩黨人嘅唔信任，外地民眾覺得知道外地簽到嘅事情都係本全面來決定。樣咧，我有台語嘅指出，就係莫打上踢社會嘅成本。嗰座台灣係個自由民主嘅國家，簽到中泰嘅議題，台灣嘅未來，因為就係要全面向下來決定有關公民自決，要有相當嘅立法，也嘅部分未來嘅新國會都得來積極來做。講到聯合國兩公約，我哋出來講人權，兩下台灣有幾個爭議，6批係馬啥來打？另外，我哋都講再批新嘅台灣自治，不過就忽略了新台灣自治佢哋嘅人權。我哋全民都有公民參政權。不過，因為工作嘅因素，我們無法度做到卡去投票。故所唔再接嘅投票嘅立法係慢嚟講嘅，陳先生，你應該好好嚟了解過去兩黨嘅執政，初嘅人有無
出咩係個基本嘅人權，我哋台灣從來就冇出這個政策，新加坡、韓國、各國都已經實施了10多年嚟，不過大家出都要我來出，請大家來相信我哋兩位什麼？最後一題，也就是最後一第六題，就係第六題嘅公民連署請問請看。公民提問6，類似議題，成為候選人係未同意要求立委應該係專職，不管係出家定係競價，做唔得要競爭投資，又係嘅屬職行為，係講呢些新專業出席率冇超過2/3，第一天自動終止，來要求立委相信專職來的意思。這個題目兩個題目我哋想將曾經已經上來回答，時間2分鐘。我一直認為，來自一直認為也相信政治應該係服務事業，唔係盈利嘅事業。不管係立委，又係公職，又係個政黨，都應該有按樣嘅自我原地來標準。所以，我哋民進黨相當贊成立法會讓應該公職法，在推動等於選舉改革之後，立法會讓檢察冇檢職，也要滿足市民嘅服務嘅案件，還有立法會合法案嘅以上嘅審查，應該冇限制裁。所以民進黨提出嘅國會改革主張當中，立會專職法就係最主要嘅反擊，就係落實立法衝突分配。改進性主要嘅修正，立法會讓行為法嘅內容，包含立法會讓做唔得監禁其他公職嚟講呢啲事業嘅節目，其有專門嘅接受演唱律師會會計師嘅任期當中做唔得這項節目，為到本國會議員有更加好嘅自信，正下監督兩門戰，民進黨也主張立法會讓應該提供專業協助，加強立法人無了機構嘅一個資料量，這樣強化法治橋梁以上橋嘅功能，按應製作者提升立法會門前嘅品質，讓者對行政部門有所監督了自信。頭擺，民進黨立委審查法案非常用心，國民黨有簽到法案冇法度落實，就變成一條障礙，要簽到草案，簽這個每個係長8分鐘時間，就按樣因研發太陽化嘅學論，也顯示出立委係個冇專心門前，就冇法度當公正來主持委員會嘅議事討論，也操心國會嘅信任，所以我哋知道立委係應該。要專業，希望大家。接下來將是選應公司來回答，時間2分鐘。我是現任立法委員。下嘅立法委員回答呢個問題，我出來過去，我從這10多年來啲查來老大家來報告。我本來下望從政以前，我係專業嘅測量技術。我在太后呢度教書，我從新竹嘅議會開始，我就並且係我嘅一個專業嘅職位，同時在太后教書，我就停下來嘅，我全心全意嘅來門診來服務，為了做得做好我哋嘅選民嘅服務，我係上頭我自家來花錢。來搶更多更優質嘅處理，我擔任立法委員當然還係重要，不過大家可能唔知道。現在113席嘅立法當中，達3立委所負擔嘅選民數大概係25到35萬。我係新竹縣選區嘅立法委員，我13年負擔57萬嘅選民數，不過我還係同樣堅持我嘅專職，全心全意來門診。青島人講我親安啊，你親安哦，我講我係對選民嘅承諾。有一本書按到從 A 到 A 加，也係全球所有大企業照佢哋嘅共識，就係每家嘅經驗，就係講先操行人再來決定做乜嘅事情。唔管立法院也係各級嘅議會嘅支出用嘅，所以冇規定我係維護係對選民嘅應該有嘅承諾，來進行什麼？接下來請王宇賢律師回答時間2分鐘。
立法委员确实，立法委员確實應該係專職嘅，同時不論係直接也係間接，都做唔到嗰要經營投資兼職嘅一個行為。像我所提，遇到呢位單槍一年嘅房地產嘅買賣呢，就將權100倍。另外對政治人物從事公職嘅期間，大量買賣土地，就算動用冇不法，咩係唔都好冇得當嘅。同時出示呢，當然應該令呢啲法委員係唔係適合嘅重要指標。唔單槍係出席的，因為我今年的擔任陸委會主委嘅經驗，我知道發現有啲立委啊，佢其實簽名以後，佢就走到各個地方去做行場，故所簽到之後，立委員被指導，現場其實係冇乜嘅冇記者委員在嘅，兩面錯實，而呢個啲法委員冇法度好好專業誠意，故所我知道唔係單槍出席的，還包括了全場參與規則法案嘅兩個部分，同時更加重要嘅係，我知道專業嘅那個實際嘅審查、然後監督嘅能力，每一重要，就係好不容易顯到咧，一天內好好為民來講法，為民來監督呢個政府。我所愛注重，只有充實出席率係唔拉嘅，因為出席率嘅計算是看簽到，係咪全場參與會議嘅討論，一指圖嘅設計都應該在評估嘅範圍之內。而呢個會應該行向專業化，委員會運政嘅過程應該更加透明，然後所有嘅啲法委員表現放在陽光之下來接受人民嘅檢驗。國會專業透明係做呢輪主席老外都希望推動嘅目標，故所建立指標要求呢位達到呢個專業和透明嘅改革方向，呢係你哋200世紀當中最大努力嘅目標，因為你清楚知道所有嘅法案都有關係民眾嘅權益，法案係無法通過嘅法，唔單止係採從嘅行政官員和立法委員得到責任嘅單槍嘅控制，更加重要係人民嘅權益係因為兩岸嘅輸出，人民嘅權益係已經做做得定嘅。好，天意集團副總統本屆本幕，前述題目已經結束了，我哋希望借由亞嘅創新嘅方式，就得來集權民眾自己權利。休息一下，我哋等下再來第三集團，有更精彩嘅高質嘅題目。滿電重要，南玉結冰床，結盞國幣和震動槍票。客家印象真實想象，未來對答先前本色。12月28開始，現場收聽客家新聞。優秀模式，看起來差不多。你到時都開始做嘅啊？做30年了。哇，好當 Q 哦！阿爸做，阿公做，哎，你孫呢會做嗎？咩件動作冇係嘅，呀就係擺冇係哦。這個叫沙工，沙式工的咯。大禮拜日安步9點，合總情感，延續飄香。帶領韓國世界嘅好氣和熱情，行上一趟探訪海外客家鄉親嘅旅程，無佢用文化嘅載體生活，用心講述嘅都市體驗。Body language 係親友善嘅國際語言，客家 language 係親上人嘅情感連結。做客他鄉，會帶你勇敢冒向全世界。大禮拜二安步9點，做客他鄉。
菜料理王全新的单元来喽，当然就冇穷样哦。礼拜一亲子料理秀，有想到爸爸妈妈带新人的穷好来煮菜哦。哇！看小孩子吃的表情啊，多幸福啊！礼拜二全家速度菜，看大家样饭店功夫嘞。唱歌菜啥少条？我嘅小虎嘅建议。礼拜三菜天好面是台湾菜天的好食材，按样的料理嘞。啱，让做无聊的东西吼，唔要较准。礼拜四做下好料理，看叶子同小虎 PK 厨艺哦。小虎，呀，这时候就上到来呢。张失控啊！礼拜五名人大吊戏，有想到当有才华的名人来煮菜陪大家食咯。呢度跟朋友、好朋友大家來坐下升級時候，係嘛？莫噶莫啥。請大家聽出記得收看8月多半下晝頭3點開始嘅食材料理吧，定來做王。全國有名嘅新社花海普權居民因為交通問題當上路基，要強制外地的遊客不要開車直接上去，因為每年花海都塞車塞得蠻嚴重的。交通問題外解決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預算將觀光資源同菜體產業結合，觀光加上農業，所以講如何把它結合也係連重要嘅啦。12月20日禮拜下晝5點半，村民大會有請鄉下來關心。國民黨愛保衛政權，民進黨愛贏盡民心，親民黨訴求營養治國。上黨候選人弄出馬嘅牛肉，用嚟俾印度輸給中國。而咱嘅政見國家用嚟看，有馬嘅關鍵問題愛問。客家電視全場用客話公布口語總播。12月26、27正月初2下晝2點，請收聽客家電視。我係文松健啊，我今年91歲咯。我嘅母校呢，以前叫做太南部工學校，我畢業已經有70多年咯。我上這個時間呢，就上了台北保護個大人的大病。總是萬能呢，克服一切嘅困難呢，不怕辛苦。喂，我嘅行李箱已經俾人調包嘅，我買強用，不過啲嗰東西唔係捱嘅啊。阿公，那鬼路诶，就堂顶下个上底下，一种唔免点钱下落的事情，所有嘅上就堂的事诶，堂的事，人生就离行的上。阿公，咱唔讲这片面哦，我等你就谈到一个细伢子的讲下，这个上就从个旅行的上，有条心思小理，有条故事。
上就像在旅行的上，不过佢讲下嘅世界，佢上地度还有一种不过又讲唔错喎，就唔会讲嘅笑容。原來會面對未來，那些唔會講，點乜嘅事情就可以好像一啲，就會發現一個世界有以後，韓國我哋唔熟嘅地方落個頭，發現你係一定站嘅做係，不過人很多耐，就做你感覺到全部開用嘅。温暖、快乐。人嘅時光，人嘅時光，人嘅想法，人嘅想法，人嘅電視台。但唔過喺當初嘅地，我也行李箱嘅忙，強樣係人一起。很緣分啊！歡迎持續嚟到2016副總統候選人天使辯論會嘅現場，兩下我哋按入到第3階段嘅調查來辯答辯嘅階段，廿個階段十分精彩，多啲運用嘅大家共下來看。廿個階段答嘅候選人會提出問題，另外兩個候選人會來回答。提出問題嘅候選人嘅提問時間係1分半鐘，回答嘅時間係3分鐘。同樣嘅規則，時間總了以前嘅30秒，我哋會傾2段聲來提醒，時間到嘅時間係以長聲來提醒，有時間你會停止來發言，同時會關停嘅麥克風。好，兩下我哋來進行我哋嘅調查來答辯嘅部分。依照之前出場嘅順序，我哋先來提問嘅係諮詢營師，提問時間1分半鐘。在2000年爆發 SARS。廿個基因我哋都還記得，當年嘅 SARS 嘅死亡率全球第一，2012年嘅死亡嘅人數係全球第一。同時，台灣係最尾嘅國家從疫期來出名嘅。今年嘅頂幾日從台南開爆發，病例廿下已經有43000人。兩下已經死亡10多年，感染嘅人數就像係過去20多年嘅綜合。在台灣，香港發生任何嘅事件，死得很多嘅人，也係10個3年就係重大嘅事件咧。唔過到底係乜嘅原因？親愛嘅鄉親，在過去幾個月當中，以殺寶貴嘅生命都冇去咧，無法突力控制疫情，同時還有200人。請問陳副院長，你係流行病學嘅專家，咩前嘅衛生署嘅署長，而且嘅老外聽講中央地方嘅職責當中到底係乜人嘅唔錯？請問王前助理，你係勞委會時間實施太早成22期嘅方案，產生係大型嘅原因，面對兩香港人大型嘅痛苦，你知道怎樣嘅來解決一個問題？樣嘅來將22期拉高到30期，什麼？好，我們先請王如好，我哋先請王如先回答時間3分鐘。
而喺講本來睇準畢業生嘅犧牲喺22期係咪強大，而且對個強大，同時政府應該透過政策嘅供給來改變呢種嘅狀況。呢下後生人嘅時代，30歲行到外邊流浪嘅歷史，先生1000單，生活考試係冇簡單，唔是講愛買一些冇很有能力嘅學生人啦，唔單止係業績，還包括啦照顧子還有那個基礎正義，都係大家分關心嘅問題。雖然講有人調是老嘅名，讓22期連到強下，不過呢個政策唔係挨規劃嘅，你係教育部嘅政策。當時政策嘅本單嘅意思係因為金融海嘯，政府欠受理，拄好睇準畢業生嘅體驗，佢都簽到頭路，故所會得到卡位實施，故所將影響佢人生嘅規劃，故所補出22000元嘅薪資加上6天補，其實補出金額係26192，輔導佢到專業企業去實習，唔單止係個正職員工嘅薪資。如果呢個制度確實沒有種長途措施，了太過濫用，故所強烈嘅犧牲強大兩件事情，咩係外交上嘅解決嘅問題。喺你國民黨提出嘅論證嘅好心情，從體育部人才變成了人才，提供人力資本嘅那種罕見嘅反專業技術教育再升級，同時包括3學期嘅，包括公司應該讓學生付學費來抵稅，包括啦學生通過監聽，做嚟作為教育部補出審查嘅重要嘅標準。你還應該完善規則職能監聽嘅標準來擴充，讓職能嘅機構帶專研究，加入那個學院發放人才嘅價值嘅，從事超薄法嘅傳言等等。我想除了提供人力資本嘅含金量之外，你們希望發展台灣嘅戰力、菜體產業嘅全球化、3級嘅產業，唔單止職訓嘅產業，發展農業嘅創新、智慧嘅創造，同時你們希望後上雙贏、師徒制、師徒合作，做嚟開創更加多嘅職訓、更加多嘅種類。最重要嘅係人工加薪，企業做嚟減稅。我知道頭擺你嘅想法應該改變，頭擺都因為經濟有發展，人工能做嚟加薪，我知道改變嘅時代多咧。你一般人工先加薪水，現在呢企業讓我賺很他多嘅錢，因為人才就係最重要嘅寶貴嘅資產。你希望做嚟透過規則制度嘅設計、跨部會、跨業嘅研究，同時設定一個職能嘅一個監聽嘅標準，同時進到你嘅最新嘅學院，你保證平時嘅業績做得達成嘅希望佢有起跳，將來嘅台灣只會有40期，唔會用22期。你哋必須要改變嘅係過去嘅思維嘅模式，唔單止係經濟成長，那做係調薪，你係調薪都會帶動經濟成長，你係正確嘅思考方式，因為台灣好，本大家都好。接下來請陳建仁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徐女士。什麼形式嘅問題？確實，SARS 在2003年爆發嘅時間，造成台灣侵台嘅恐慌。台灣也在這段時間當中，也慢慢得到採到嘅地方。開始時節係在廣東，後來到上海、香港、韓國、河內、新加坡，到上月嘅時節將到台灣，台灣係慢慢得到採到嘅位數。在早期嘅時節，早期流行期間，確實在防疫當中出現動態嘅流行。當時嘅台北市政府和中央嘅衛生署之間並冇清楚嘅協調，兩者已經冇共用。比較呢嘢嚟講，將和平醫院嘅封院嘅決策就做到冇共用。在和平醫院爆發因為感染嘅時節，就一發不可收拾。我做衛生署長以後，就發3個禮拜嘅時間，就到台灣700人間嘅醫院第一發檢測站同通線。韓國規則發售作手嘅偏方結合起來，參係接衛生署長以後，3個禮拜之度，SARS 就控制清完整，韓國眼停菜，世界衛生組織嘅旅遊禁止期，韓國地方感染期，世界上最短嘅時間。我哋嘅努力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嘅認可。故所也就係我頭先講嘅，做乜解我後來在2003年做得本邀請到世界衛生大會當中報告我哋抗SARS嘅成功嘅經驗，也確實後來我曾經到美國去訪問，拜訪佢哋嘅衛生部嘅部長Tommy Thompson，佢哋也講希望台灣在SARS嘅努力，本美國條條 CDC 官員到台灣來刺激，在美國嘅SARS控制嘅 SOP，都先係走台灣嘅學習嘅。
係知道呀，正經嘅成功係2300萬人嘅有我唔係經營嘅新聞同7票嘅新聞。喺聽講嘅點解嘅問題，點解嘅有隻農村嘅問題就係偏門門嘅啊，在本土當國嘅時間，佢就會千新聞，所以有自整嘅場大廈就會造成流行，全部向嘅經驗，人都好都多到時候那個寒天，偏門門嘅控制就較難。唔過千重要嘅係就係民眾嘅感染當重要，做唔到係講判藥嘅用藥水、藥粉來治嘅偏門門咧，又係無效嘅，最重要係係鐵糖嚟嘅所謂嘅自稱嘅傳染源。但係講，所以最近喺台灣有當好嘅案例，就係來鼓勵民眾嚟嘅傳染源頭控乾你啦，大概4000里，漳州的唔會有吹來吹去，呀呢樣非常成功。故所本世界衛生組織還有青島嘅亞洲嘅來學習亞派嘅努力，未來會帶來更好嘅防疫，什麼睇㗎？接下來嘅電將王宇賢恩師來題目時間1分半。陳副院長，我哋啊，你老中研院嘅前院長李院長欣賞嘅高情真誠，李院長院長一再提醒你，唔單將提醒你，還推薦你擔任蔡英文主席嘅副總統候選人。李院長院長對1996年推動嘅教育改革，對台灣嘅教育和國家發展造成長遠嘅影響。設立太好嘅政策，使得兩下太好必須嚴肅嘅面對推崇嘅機制。蔡英文主席講過，50到100億來成立太好嘅推崇機制。都係納稅人嘅血汗錢，喺講當時冇兩個錯誤嘅政策，根本唔是浪費兩條錢。李院長嘅教育改革，咩本來對嘅基礎教育受到威脅，使到人嘅技術人才出現嚴重嘅斷層。兩下必須要審慎思考，用白人嘅精進。兩下對嘅政策看起來呢，都已經係回頭咧。我想我請問陳副院長，對李院長前院長所推動嘅教育改革有乜嘅看法？當時這個教育改革嘅目標係希望減輕後生嘅負擔，增加國家嘅經濟力，國家變得更加好。唔知道呢隻部分嘅成績用白型呢，生活負擔減唔減強？國家經濟力減唔增加？教育經費嘅配置減增嘅有效？我咪想請問習主席，對於呢個李院長前院長推動嘅教育改革，你建議有乜嘅看法？好，請讓陳建仁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頭先王女士講嘅當好，其實教改喺國民黨執政嘅時期推出嚟嘅教育改革，嗰陣時嘅教育改革嘅部分係由當道嘅小組喺推動也嘅教育嘅改革高層，也教育改革高層也造成談到寶貴意見。不過最重要嘅係教育改革也就建議係唔係正經喺教育部落實，就係最重要嘅。喺講無法喺教育落實正經喺教育改革出嚟嘅白皮書也就落空咧。喺教育嘅問題當中，其實我哋大家都知，因為台灣嘅大學確實數目太多。唔過民進黨嘅立場係因為一條大學係做得應該慢慢留幾隻沙期再融合在共下，就提起嘅特色來發展大學，本嚟嘅每一隻後生人做得超權來大學地度來讀書，行過同幾隻沙期嘅生涯做得結合，無所在大學嘅集團做得培養佢哋未來係生涯優秀嘅人才。唔過喺大學嘅改革過程當中，我哋也要注意學術研究嘅重要，無所要有非常好嘅大學要繼續加強學術嘅研究。呢個冇好嘅科技研發，就無法突破性嘅創新，冇突破性嘅創新就冇前好嘅生涯。無所未來在大學嘅教育理想上，我哋知道講最好嘅大學應該本期從事研究發展，本其他大學做得提供當好嘅職場嘅訓練，係個培養學校嘅教育，訓練出現體嘅公民，又係前重要嘅。對於精英研究教嘅一部分我竟然係因為我哋應該本所有嘅高中做得卷質化，本所有嘅高中高職做得嚟卷要，我也非常同意。喺高職嘅部分應該加強多年嘅訓練，本學生係做得有更多嘅同一時學習嘅機會，也做得同深入嘅要做得基礎嘅機會，研究下來基礎教育當做得成功。香港頂尖大學
即係當好睇學嘅學生嘅入去，係唔係講用乜嘅方式較好呢？既然看法係民進黨嘅看法係，咪要繼續推動長程嘅教育、繁星教育，本學生嘅兼且喺屋下貧困嘅，又係講他便宜嘅青年人做得落到最好嘅大學，不見得做得要當好嘅機會，行過其他嘅學校。考試，咪等也係知道，其實高中嘅部分，咪等目標係做得全面並有各界嘅高中，做得最面，做得個學生嘅減少考試嘅壓力，未來也做得會記得要行較好嘅年紀嘅發展，希望大家。接下來嘗試選言50來回答，時間3分鐘。在我嘅申論8分鐘當中，我係初已經講咧，但下嘅學生清慘，因為教改嘅失敗，教改太失敗，也嘅教改使得我哋嘅學子越來越負擔越重。一般嗰啲不卡嘅天台讀到我帶來沙期地度嘅有一點嘅小朋友，佢講佢係國中咧，咁佢講你兩下考入清楚冇？佢講非常嘅重。我嘅嘅教改希望發展多元智能，希望我哋人嘅青年做得實踐嘅來發展，唔管係李仁澤。線上嘅教改，也係2008年嘅教改，同全部都係本也係學生留家長無法度來適應這份嘅社會。有啲主張，有啲愛針對也嘅升高中不是考試，不給啲人真正嘅做得落實多元嘅智能。升大學兩下最大嘅問題，青島嘅家長嘅生意，仲有錢嘅家長嘅生意，資源好嘅家庭，仲做得讀好嘅大學，兩下到大學嘅門檻都係下到計劃書。特殊嘅計劃下刺穿，甚至我發現到網絡上很多嘅發布出現，我哋人要求嘅係公平均等嘅教育嘅制度，我哋一本所有嘅青年在佢上岸讀書，在佢願意來上網打拼，而出咗嘅讀到佢上岸讀嘅大學，另外教改按多年下來，流浪教師嘅問題，代課先生嘅問題，未造成兩下青島嘅家長嘅先生，我哋青年養嘅實，我哋對於先生佢嘅培育、勞教育、佢嘅體制未問題咧。另外，有關體質嘅教育，未係有啲體質嘅教育，在先進國家真正讀大學嘅人口大概係30%，同嘅唔過兩下大3年都讀大學，你哋應該係行行出狀元，唔係講大3年都讀大學。外面我係係想對黃前主委、老陳副主委來講，家下你哋回答嘅問題。一個陳副主委講，按多嘅一定嘅30多嘅暗號，讓嘅4個人行係青島、青山。黃主委咩講？提高薪資，唔嘅做咩？國民黨執政，我哋係唔負。最後我哋要向陳建仁先生提問，時間1分半。宋主席曾經講過，國民黨執政係教育部長。教學生嘅，羅委會主委教勞工，行政嘅高太陽學院嘅學生嘅，人民係在簽結嘅問題嘅政府，唔過政府係在簽問題嘅人民，咁講也就係國民黨執政嘅風格。馬總統也講，明年總統天作係什麼嘢，係想佢講嘅唔會差，我相信2位50到6件台灣會出現。5星嘅總統，唔過國民黨本來提名嘅5項嘅總統候選人，他變成違反黨內民主機制嘅方式，把佢換下來。係想請問黃醫師，你身為婦權嘅工作者，一直以來爭取5星產政，你哋下一個副總統嘅候選人嘅職位，
你心肝都有乜感想呢？做啲心按摩。同样嘅问题，我也想问徐女士，根据民调嘅结果，在新北市朱主席係講綠度排名最尾1名。王主委在羅委會做主委嘅時間，不滿意度高於滿意度，因為佢哋愛用嚟去本人民同意搞出佢哋嘅數項，安子說。兩個問題，我哋先請徐徐女士回答時間3分鐘。我會建議朱主席、王前主委告訴大家講。明年就支持宋楚瑜、徐新宇，我哋本有經驗、有執行力，更重要嘅，在3位候選人當中，除了內政一種政績、執行力以外，我哋對外包括兩岸嘅和平，宋楚瑜主席。佢累積嚟嘅40年嘅從政嘅經驗，佢喺過去擔任一個省長嘅期間，還有在經國先生嘅身邊，然後兩下佢對於佢老中國大陸最早的代表台灣對等尊嚴嘅談判，很多人講宋楚瑜主席佢本人家嘅感覺。係太內高速縹緲，挨老大家講，兩下台灣做得老習近平主席來談判嘅，就係宋主席，真有也嘅能耐。故作台灣未來嘅方向前途，改變兩岸嘅和平嘅發展係最重要嘅。我想老大家嚟講。人民係在前做得信任嘅政府，人民唔係在選心肝度，人民唔係在選民調過嘅領導人。故所我哋在一片愛提倡我哋所有全國嘅民眾。根本日，各位真係真正嘅聽台灣未來嘅主人。故所我相信民調，應該我哋相信選前以內。我哋嘅台灣嘅選舉回歸到選前以內。離一個選出賢能嘅人才嚟講，實在嘅人嚟。我哋也係做得共同嘅來選出有能力嘅人。我哋看到宋楚瑜主席唔單止對中國大陸嘅關心，對佢嘅強國日本、美國，佢都最早的代表台灣來談判嘅。更重要嘅。我哋民眾嘅需求，在佢過去擔任省長嘅時間，佢所有嘅作為都係以民眾嘅需求為最優先，絕對唔會有天龍國嘅思維。故所再一擺嘅來請大家相信自家，相信宋楚瑜、徐新宇什麼？接下來我哋請王以賢女士來回答時間3分鐘。我想大家都聽清楚嘅知道，王以賢一路行來，始終係強樣嘅，喺上時參加風運通，30年來都得為風運通嘅來爭取人權，來捍衛人權來保護。我樣板為按答應接下來副總統候選人嘅位，係因為我知道參政，讓做得真實來照顧性嘅權利。不過我特別強調嘅係，必須係有意識，知道保護。新人呢種嘅性候選人，性別當然係重要嘅，不過重點係呢隻性別，而嘅生命嘅遭遇，還有嘅生命經驗，必須係拿你嘅當呢個兒童嘅命運係有關聯嘅，係同理性嘅，係了解佢哋嘅處境，你有法度做嚟照顧保護佢哋。故所我哋求市民嘅風運通嘅時間，我參與民法情緒片嘅知情，我參與先前去防治法、家庭暴力法治防治法，呢
对你当代层最弱势、最需要照顾的民众，我想请问蔡英文主席，等你等明年的时间，你是协助过任何一件心情好的被害人、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吗？我过一摆报告是，就算我拥有的权利，我做了劳委会主委的认为，我做了很多了妇女同胞权益相关的事情，喺得我嘅認為，婦女嘅勞產率也破了50%，對我嘅認為，推動了育兒嘅留職停薪咧，按佢實嘅本屋卡有3歲啊嘅小朋友，做聽2年嘅育兒留職停薪，請假媽媽做得6張嘅津貼，阿爸做得2張嘅只要嘅投保薪資嘅60，做得搶到1年，到呢下為止，已經有37萬人提出申請，發出去嘅金額300人億，因為我當清楚知道，對於這樣婦女嚟講，已經立足2頭手，而固定工作又固定家庭，尤其係當用生兒嘅時間，而學習照顧生兒呢，嗰種嘅心理。真嘅無法度唔掉，你咪芯片喺5星就一定要了解，你必須當清楚知道5星嘅生命嘅經驗，清了解5星嘅需求，然後發出咗啲指天按嘅政策啦。我對你嘅創業嘅婦女提供了創業方法，從50萬提高到100萬，特別針對家庭暴力心情好嘅被害嘅婦女，本期就做得前3年唔是利息，提醒人1.5%嘅代理嘅貸款嘅利息，我咪當清楚嘅知道，沿途從用來到。嘅新出面佢都冇嘅每家做的工作，你認為嘅新出面佢做有工作，佢就參加職訓，有職訓就考證照，本期就做工業就業保險，本期就做提拔6%嘅勞退基金。我講完到主要係同大家講，你必須要有同理心，用2種嘅想法，你要做清楚嘅了解民眾到底需要乜嘅，制定出來嘅政策，當做真正照顧到需要本人照顧嘅人。第3階段嘅上夫嘅答應已經結束，也係階段10分嘅精彩嘅電從流行，從學到教育到婦女嘅問題。結果以下等下我哋要進行結論部分。國民黨愛保衛政權，民進黨愛揚轉民心，親民黨訴求營養治國。上黨候選人問出馬嘅牛肉用嚟回應對數據攻擊，而咱嘅政見各界用嚟看有馬嘅關鍵問題愛問。客家電視全場用客話公布口語總播，12月26、27正月初2下晝2點，請收聽客家電視。彥辰你今天喉音有點重。王語忻老師一定不喜歡我唱歌。因為沒有美感。對，我都用喉音。還有沒有擬真劑啊？你會不會怕他？我不怕，眼神是有點鄙視那種眼神的。我不怕，什麼東西？
讲礼拜日，我食饱憨憨喜欢死，看到草莽老街嘅土狗我记得两兄弟，扑到天那下地旁线，该个旁天一沙一记一生气，草莽讲，嘿，我地南山，日后是佛踢一条太老虎，土狗讲，我地北山，日後是細踢九條太夫哩，草莽講，我律律夫士棒踢熱衝白煙太榕樹，土狗講，嗨，我熱春腳啊，老五只身小踢點偏題，草莽講，釣我就條通棒係愛趕，土狗講。我不干雞，天當鬼雞，天奶走雞，好把手雞，錯到都跳雞，我做天老記得天鬼雞，雞兩沙咚咚杜雞胖雞鬼，突然間彈到震動片，哥啊哥，嚇到噗嚕嚕嚕背過來，一隻雞公跳當又隻太雞雞，你哋呢隻雞公又嘅惡魔，嘅毒上了，老草蜢吞落肚屎氣，土狗我一看不了啊！太馬雞公嘅唔啲事，我講雞公硬嘅不應該。連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你們來打探悶看，土狗我唔明雞公壓得幾勁，你要做法是你當愛，你阿班我絕對冇有你，你隻土狗我一講日蹬腳，木蹬，惡西屎牙地小白腳向前一跳，咪本雞公細睇戲。歡迎繼續來到2016副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嘅現場。今本日我哋進行嘅第四個階段，即係結論嘅階段，也係最尾咧，我將各位嘅候選人把握最尾嘅機會。所有嘅結論答查候選人有6分鐘嘅時間，只係依照之前嘅辯論嘅規則，6分鐘辯論結束前嘅30秒鐘，我添2個兩聲，結論以後。依照所有的辯論規則，依照全部嘅辯論嘅規則，先申論嘅後結論，後結論嘅先申論。不在廿個題嘅階段，我哋先從民進黨嘅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先生開始，時間6分鐘。謝謝主持人。希望主持人也感謝兩位可敬嘅對手嘅指教，頭先講同到對問題也提出寶貴嘅意見。唔過我聽出愛講，台灣政見無唔係唔拉，選舉嘅政見清澈係有執行能力嘅兩套人來回應人民嘅期待。我記就呢嘢，也近年來涉案嘅問題因發現一出現政府呢千難台詞，也加上政府做唔到、幹唔到，人民當然免於在講嘅，唔啲講，根本嘅歷史嘅東西係唔係會變成香港人嘅頭條新聞？從2018年9年爆發嚟嘅三起前案同兩份嘅事件開始，明白三國學嘅涉案嘅研討會，嚟到一切建議行政院跨付費嘅涉案匯報，應該將投擺嘅 FY 公安停留間連續會告中央，每2個禮拜愛開一擺，我也建議愛非市民嘅所有嘅產業嘅能量，夾落嚟嘅食品產業嘅流空係補起來，唔過我嘅建議。並無政府採納涉案嘅問題，還係經看到政見本人持到當打爽。也近年來，我哋中研院服務，我哋提出新嘅
本嘅政策嘅建議書包括醫療保健、人口政策、食品安全、環境毒物、韓國傳染病、高等教育科技同賦稅改革嘅重要嘅議題，不過都冇得到政府嘅重視同採信，也本來知道請感慨，就係因為政府不夠積極，也造成我哋明明有潛力、有優勢，不過差跌到嚟嘅經濟同社會困境當中，國民黨選舉嘅時節，黨委很口號，上台之後都冇執行力，最尾呢633變成142，黃金10年變成藍色嘅8年嘅油污，其實係同這邊台本嚟嘅前朝，台本蔡亞黨，再同大家保證，也絕對唔會係蔡英文團隊嘅風格。我哋嘅政見係為到解決台灣人民嘅問題，都有千具體可行嘅策略嘅方案。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嘅團隊有當好嘅執行嘅能力，做得帶領幾個國家勇往向前。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感謝天主教徒幫我服務奉獻嘅人生嘅立場，我嘅學術嘅研究成果，也請用輕本市嘅各國應用來預防慢性腎總統同癌症嘅發生。透過我做衛生署嘅署長，各學會嘅主委都會秉持等作為嘅公布嘅信仰來服務人民。我嘅醫生也期望自家做得為台灣做出貢獻，幫助人民，也係講個行較好嘅成分。未來係講我做副總統，我會應用我在公共衛生、醫療健保、社會科技、和學術研究、國際合作等項經濟應嘅專長同經驗，去幫助總統規則執行嘅團隊。我哋大家向下嘅目標就係希望做得一個國家做得變行較好。故所，我們愛團結社會，打破藩籬，不分彼此，向下來合作。我嘅阿爸做過高雄縣嘅縣長，嘅國民黨嘅拍派嘅創始人，李登輝老先生，也係黨外嘅胡派嘅創始人。雖然講派呢冇同樣，不過決定嘅時間係當好。我爸高升喺旗山舉行告別式嘅時節，李老先生親自寫一份經驗經教子，我談到也冇責任感。呢就係政治嘅和解，希望政治競爭係一時嘅，本高雄行較好嘅嘅想法係永遠嘅、同樣嘅，應該總之政治惡掉，向下本台灣行較好。我嘅重要，我係本樣會講好老話，我哋將結婚嘅時節係家爸老太阿姊向下，我係本樣適應得當辛苦，我阿爸也聽到佢嘅故事，無人幫助，我係本樣千失望，用千無力盡嘅好老話講法時節，我爸講就千失望用千無有理嘅好老歸義同其他人對話，從頭係講唔清楚嘅，唔過佢哋為對方做嘅努力本係通有感激，也就係族群嘅融合，相愛到包容到體諒，不管而來自哪位，我哋慶祝做得團結向下。相愛團結，不管台灣前途嘅挑戰，我相信冇打破嘅難關。就像2003年SARS爆發嘅時節，規則社會陷於恐慌，唔過喺呢個時節，當到嘅學者專家同醫師人員就行出來，政府用最新網最好嘅行動帶領大家抗SARS。頭先前是講嘅人數最多，喺講要發生率來看，台灣SARS嘅發生率在世界排行係第二大嘅國家。因為幾年真正抗SARS嘅影響，喺台灣嘅2300萬嘅人民，一下我哋嘅國家面對更加多嘅挑戰，故所更加需要團結起來。2023年做一把影響，本國家重新亮起來。明年1月16號，有請所有其他台灣改變嘅朋友，歡歡喜喜，小咪咪嘅大本蔡英文陳建仁，韓國民主進步黨所有嘅呢位候選人，幫我哋台灣做得變到更加幸福、更加美滿，一般台灣看到台灣嘅全世界看到台灣嘅驕傲，很謝謝。上下來聽一位係王如璇女士，時間係6分鐘。少了同理心，就無法度了解民眾真正嘅需求係乜嘅，就無法度制定符合人民需求嘅政策。
呢一隻變脈嘅重要。陳副院長日前喺講到長照政策嘅時節講過，去老人院、老人不看人分開，將麻風病房隔開，後來雖然有人為了實驗來為實例，不過佢並冇真嘅了解，佢到底哪位唔錯。對一般嘅順性嘅小康家庭來講，總係會少，有人捱爸捱媽不平，我用個食，馬上去照顧，而四條路咩？而來請假咩？一件蠟燭兩條手，真嘅無法度嘅時節，只好請那個機構來照顧，自家家去3萬大餅，做條路來賺錢，拜託長照機構來能聽數照顧家庭。不過呢一種嘅唔判得，真嘅唔係用話講出來。你講做得馬上唔想一般自家嘅阿爸阿媽在你身邊呢？你係個不將而讓親人送到呢條機構，讓必須元素而對佢嘅無情嘅批判，真嘅而用個實。我哋陳副院長出身政治世家，從細到大嘅生活，冇聽說都比一般人過得還輕鬆啲。你可能冇法度體會呢一條家屬心肝當中嘅痛，係講人都冇法度體會呢一條人嘅痛，你呢有法度去推動必須符合民眾需求嘅政策呢？我呢一生人唔識做過呢個公主。我老當道嘅一生人對3萬大餅嘅人窮咯，我心肝當中唔係冇，但係。我都感覺，呢都係我生命當中最重要嘅資產。基本我願意都從有識者嘅角度來出發，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有人講我嘅性格從細來，其實我讓我嘅感性都付出得合同，我規腦筋都想嘅用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有人講我嘅性格當機，因為佢聽嘅係事情，聽講我看到成果。不過我發現到，朱立倫主席比我更加急，佢頭擺都要求我，因為佢聽嘅事情根本就要看到成果。我說我知道向下合作，聽說對日本政府嘅效力更加好。其實我知道，我老每個台灣人看到，我就係個普通人，對呢個看起來可能冇按出色，比起本來知道做到按熟白嘅套裝，其實我當好做那個牛仔褲咧，都做出門。就算我變成副總統嘅候選人，我上陣因為唔記得化妝來化最服，冇聽錯有人知道我條那麼動亂，否則我目鏡唔好看。不過實際講，我唔帶彩服我嘅外表，我自家冇按彩服，我從習慣當中只注意一件事情，也就係到老沙飛到需要聽書嘅人，讓佢來起來。我希望台灣的對口以及發展嘅時節，這就要好好來把關沙飛爭議嘅分批。台灣只有一隻，好，而睇下鄉下都好，也就係我把從細讓我講嘅，因為從細到大，如果聽到人嘅幫助，我出沙飛以後，我總知道我對沙飛有一份經驗，我冇停下來過。公用版元素的打擊，總唔得當得我向前行嘅決心，我冇。用生人啦，我父母、生人啦、老公、幼師都尊重我自家嘅無看人，我嘅生命經驗讓我講，幫助一個生人啦，或者一個富人家，就在反轉一個家庭。我說我從大學開始參加社會運動團體，只有這個爭取權益，我聽說係從做企業，那點太上工我就是咧，就像一條就行業富人運動，都近20年一路以來自從係強調，你係熱誠嘅資源，我唔管。常用埋看外，但因當到怎樣傾嘅篇幅歷史，後來推升家庭考慮方式法，我咪當過青島法師台嘅官司，台灣體檢看證嘅官司，台灣體檢嘅職場先小牛嘅官司都係我處理嘅。為了本理念做得落實，我嘅天今日體制內來改革，成為勞工嘅職務，成為勞費嘅主筆，我推動勞保年金、育嬰留職津貼嘅發放、勞工權益基金，因為調整了青島嘅基本工資，至於為了表態我為替勞工保險加薪嘅決心。決定來下台。過去我參與推動當道嘅法案，對呢項來講，可能因為呢係天錯嘅，唔過唔係一樣。佢喺當道嘅血淚都一步一步來爭取嘅，我做唔得講，我唔敢講我做青島，唔覺得呢條路向遠遠係唔拉，同時我意識行得做行得到。我從頭係協定穩定條做事，後來我發現當道嘅事情唔係看有實盲目，呢就差別係看藍色綠色。我喺當單純做事嘅事情，我冇想聽到嘅人嘅特色，只要機會為國家做事情，我天錯嘅權利特色。等我心目當中只有角色嘅加成，我冇政治嘅色彩。我想我讓民進黨嘅演員推動法案，等民進黨執政時，我咪擔任顧問，我咪喺國民黨執政時間做勞委會嘅主委。我深刻嘅感受到兩個黨性格上有動態嘅差別。民進黨嘅排他性當強，只有一家人不論不怕都係上天多大。
比较之下，我哋國民黨嘅感受到係包容無強讓出聲嘅人，無強讓派件嘅人，無強讓相反嘅人。故所我認為，呢一隻善良嘅社會應該俾國民黨嗰一擺機會。呢係我替擺產線，呢當然冇愛，你敢會驚，你敢會後悔？我堅定嘅講，我唔驚，繼續做應該做嘅事情。就像過去我從事社會運動，按樣嘅做，面對嘅事情，我面對一切嘅挑戰，我都唔會驚。我遇到嘅不打擊，我咪對過，我咪錯上過。其實我咪嘗試為了目的，唔過我從來就係叫題以後，我出題目的，我就繼續向前行。這種嘅人，我哋我冇時間來實質，我咪清楚知道，當然需要我幫助。故所我始終相信往前向前行就有希望。最尾進行結論嘅係前民黨嘅副總統候選人齊俊義時間係6分鐘。我10分嘅認同加下，陳副院長所講嘅我哋唔缺少政策嘅拍技術，我根本未講過。我哋少嘅執行力下游，我哋少嘅係經驗，我哋愛嘅唔係啲學嘅經驗，係真正嘅啲也嘅真實大環境當中，真實嘅風浪當中，真正嘅展現出真正嘅政績、真正嘅執行力。家下陳副院長咪講到，所謂嘅涉案嘅問題，所謂涉案嘅問題，現在民眾感受到政府就冇辦法。涉案嘅問題，其牽涉嘅問題牽到唔單止係衛福部，還有財政部、經濟部，甚至係環保署，還有農委會。嗰種一個好嘅政府，佢天所愛有跨部會整合嘅能力。喺我過去3年來，立法院嘅期間，我看到我哋兩下嘅執政黨真係冇跨部會嘅整合嘅能力，也就係涉案嘅問題到兩下都無法吐有一個好嘅結果。家下陳副院長咪講，我哋愛政黨嘅合作。唔過，在過去，民眾所知道嘅兩大政黨嘅惡鬥到底係乜啥咯？乜啥？陳副院長美國嘅促強融合到底過去20年來係乜啥來挑起促強嘅階級嘅對立？當然，我哋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共識。台灣本地就係應該團結一致嘅，對內團結一致，對外我哋愛打世界杯，我哋對外來賺全世界人嘅錢。我過去3年來立法會議員嘅任期當中，新竹縣有挺多嘅10個、20多年甚至30多年冇法吐露嘅問題，因為佢出係跨部會嘅整合，係當作讓自家當作係傳承民生嘅線，來讓所有嘅部會來拜會佢哋，每達啥嘅會議我都去參加。故所在2-3年啦，台灣呢有10幾、20多年嘅都聽啱呢。也全係在政治嘅一個力量，相信宋楚瑜先生相信齊俊義是，我哋會有辦法來解決台灣目前所遇到嘅問題和困難。我哋看到有的政黨有真多嘅黨產，出嚟本候選人真多嘅經費，我睇下中用哪來本候選人來創業？我哋看到有的人有真多嘅房地產，唔過愛拿民眾嘅捐款，大家在問真實嘅人物到底係來替民眾來賺錢，還係攞政黨來賺錢？民國黨冇乜嘅東西，我自家咩冇乜嘅財產。不過我哋所有嘅唔係用大錢選出來嘅選舉，我哋有嘅係服務嘅熱情，還有實實在在嘅做事，取得民眾嘅信任、認同、和肯定。故所我哋希望台灣做得有真正嘅政黨嘅政治。民國黨就係希望推動政黨嘅合作，
莫学掉。乜嘅係政黨政治？以全民嘅利益、以國家嘅利益最優先。本愛定人共同嘅嚟對內團結一致，對外愛定做得打世界盃。面對明年1月16號嘅大選，千多人限係可能限係以藍綠嚟考慮。民國黨讓我在短幾十日內成為黨員嘅人數第三大黨，也係因為民國黨比藍嘅限卡藍比強綠色嘅限卡綠色超越個藍綠，也係方向嘅講呢。民國黨老比藍嘅限個限比中華民國，比綠色嘅限個愛台灣。民國黨真係真正嘅嚟突出貪腐，來確保人民嘅公平正義。才入邊，我想用民國黨嘅黨國地圖嘅4句話來代表我哋市民。國家有難，天朝愛奮鬥，人民有苦愛承擔。國家體制愛改造，政治革新愛加強。兩下嘅台灣民生凋零，經濟走下坡，算唔算係國難？民國黨願意出來承擔。體制嘅改造，政治嘅革新，本單就愛注入新血。民國黨願意來投入，願意來參與。民國黨愛推行台灣嘅新政，愛建設新嘅台灣。請大家來相信宋楚瑜，相信徐小燕，我哋係做得來表開形象，來為台灣人民好好嘅來打拼嘅組合。全國敬愛嘅鄉親好朋友，明年1月16號嘅總統大選，唔單將係選出馬上係未來嘅國家嘅領導人嘅係選出台灣未來嘅方向，留套路，向大家相信自家，相信宋楚瑜，相信徐小燕，什麼大家，什麼。好的，今晡日2016年嘅副總統嘅候選人宣誓辯論會已經結束咧。就望3位嘅副總統候選人，經過4個階段嘅討論，大家對於佢哋人都有深層嘅認識，對佢哋嘅理念性、佢哋嘅想法都有了解。也下請大家來到台前，嚟定用學術來自己嘅方式，來為今晡日嘅辯論會畫下嘅完美嘅句點。希望大家，希望電視機頭前嘅大家來收看。在第2個12月27號聽嗰日係進行第1場嘅總統候選人嘅辯論會，1月2號係第2場嘅總統候選人嘅辯論會。希望大家在1月16號投票嘅時間做出最好嘅、最正確嘅決定。希望大家嘅收看，一定在會。